你好啊，各位朋友。今集大灣區介紹點樣申請港澳居住證。咁就以我為例子啦，一個案例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就我就喺3年前，應該喺疫情第3年度，咁就因為我喺深圳租個單位，大概1年，租滿1年左右咧，就有資格去申請居住證啦。而喺深圳辦嘅，咁就嗰個樣就喺圖入邊啦。睇下網友你鍾意喺大灣區邊一度啦，東莞啦、中山啦、深圳啦都可以嘅。咁就而家想講下申請條件啦。咁同之前應該有啲唔同。咁你喺上網可以喺 DeepSeek 或者係百度 AI 搜查現時嘅申請條件咧，就簡化咗啦，就唔需要話要住滿1年。而家就話應該要住滿半年就可以啦。咁你住嗰時候咧，最緊要喺有幾個方法嘅。一咧就係自己租住啦，咁一定有租務合同啦。咁租務要喺租務所登記啊，有你個名。我哋好似深圳嗰啲民政事務處咧，咁就有你哋嘅登記嘅記錄，咁你就有咗半年以上嘅記錄咧，咁你住咗差唔多半年啦，咁就可以去申請居住證啦。咁首先咧喺線上咧要預約嘅，線上可以預約嘅。咁嗰時我都喺線上預約羅妹。深圳咧就有好幾間，即係好似香港啲民政事務所。咁我去咗羅湖嗰間，而羅湖嗰間咧就APP 預約啦，係啦。咁預約方法咧就而家喺圖嗰度 send 俾你，可以參考下。咁預約之後咧，咁你去到個指定嘅日期嘅時間咧，就去到咁就去攞飛啦。首先咧就攞飛啊，跟住首先咧佢要帶講你個回鄉證卡啦，同埋要相嘅。好似又有張相，咁你相嘅要求都有要求嘅。你可以喺民政事務所佢附近都有影相鋪啊，咁就要標準影相規格。然之後咧就去攞飛等候，跟住自然要嗌入去嘅，跟住就填張表格啦，喺 counter 度啦，填張表格。填完之後咧就問你係郵寄定係親自攞咯，係啦。咁好似我上次選擇係郵寄嘅，咁就會快遞寄去你住嘅地方，或者你收件居住證嘅地方。咁大概10日左右啦，10日工作日，咁就應該正常地會收到啦。咁應該有短信通知你嘅，成功嘅話會短信通知。OK。咁大概10日左右就收到。跟住居住證其實有咩優點咧？咁其實對我嚟講又唔係太大優點嘅，講真。我又用居住證做以下嘅事項啦。譬如第一樣嘢就係可以喺東莞又好、深圳又好，或者係江門又好。譬如你想係學車嘅，咁就正常就需要一個港澳居住證，咁就會方便你去考牌學車，係啊。因為佢會入嗰個曲嘅，喺嗰個駕駛證辦聯絡嗰個申請嗰時候需要兩個證件都要嘅。其實港澳居住證同埋嗰個回鄉證都需要嘅。當你去考場考嘅時候，科目1、2、3、4嘅時候，佢都需要你兩個證一齊嘅。OK。第二嘢咧就 book 高鐵啦，
預訂高鐵啲飛咧，應該線上就可以網上面要入翻個深圳居住證就可以去訂到啦。不過而家好似唔一定係居住證嘅，咁啊回鄉卡都係可以高鐵可以訂到飛嘅。第三咧就係譬如酒店啦，譬如過夜啊咁，唔一定要攞居住證，唔一定要攞回鄉卡，你可攞居住證都可以嘅。咁我就用呢啲用途啦。咁買社保啊、咩醫療券啊、健康卡啊嗰啲都冇做嘅，係個人需要啦。暫時我就覺得冇咁嘅需要啦。跟住有啲朋友問我港澳居住證，即係喺香港嘅物業會唔會有咩影響咧？例如交稅嗰方面咧，定點樣？即係以後買賣樓會唔會有問題咧？會加多啲稅咧咁樣？其實我哋呢個問題講真我都答唔到嘅，真係唔好意思。咁如果有咩顧慮咧，我建議就倒不如唔好申請港澳居住證，係啦，因為得不償失嚇。咁其實個作用度嚟講都係頭先所講呢啲功能啦，係啦。其實大又唔係大嘅個功能，係啦。其實而家嘅回鄉卡，即係我哋嘅回鄉卡，我覺得個功能係最大啦，係啦。個港澳居住證都係一個輔助嚟，輔助形式嘅，其實唔申請都得嘅，我覺得。但係如果係申請嘅話咧，就方便少少啦即喺大灣區生活又好，旅行又好就會方便少少啦。另外咧就當你有樣嘢攞深圳，譬如攞綠色新能源指標，其實又唔需要一定要有嗰個居住證嘅，有可能又方便啲。冇嘅話咧，都係親自去翻嗰度車交所嗰度咧，去 walk in 去申請新能源指標個地點咧都喺福田嗰度嘅。咁就如果你買二手車又好，新車又好，咁就可以上深圳牌啦，咁就方便。因為而家上牌都比較容易啲係啊，唔需要社保啦，最緊要唔需要社保香港人係上深圳牌唔需要社保咁就唔需要喺深圳逗留咗幾耐嘅證明，出入境證明，又唔需要租約因為而家放寬好多所以咧咁就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可以留言一齊分享下討論下。我就講咗咁多啦。會附上我貼上啲資料畀大家參考下啦，同埋嗰啲熱線電話同 Apps 嘅名位置咁咪可以 download 下啦，係啦。其實正常有好過冇嘅，但係如果你話擔心譬如嗰啲稅項咧，咁就到時你哋自己去衡量啦。但我個人覺得應該係冇乜太大風險嘅，其實。咁好啦，今日就分享咁多先。OK，唔該晒，請大家支持呢個頻道，多啲訂閱、分享畀你朋友。OK，多謝晒。